今次咧教到大家咧就係第8粒嘅紫微斗數主星就係太陰。之前我哋教過太陽，太陽就代表咧喺天空上面真係照耀萬物嘅太陽，而太陰就代表月亮，即係喺天空上面照耀萬物嘅月亮。月亮大家都知道啦，佢有盈滿嘅時候，亦都有虧損嘅時候。有盈虧即係話佢嘅性格有時就會熱情如火，有時就會冷若冰霜。不過太陽就主散發，太陰就主靜藏，所以點解有啲人成日都講太陰嘅古代代表就係主靜、主藏、主聚，而太陽代表晒所有男性嘅六親，太陰就代表晒所有女性嘅六親。譬如我哋嘅嫲嫲啦、婆婆啦、媽媽啦，女性代表自己啦，你個外母啦、你嘅奶奶啦、你嘅女兒啦、你嘅新抱啦、你嘅姊啦、你嘅妹啦，都係代表晒你嘅女性六親。譬如嗰啲姨媽啊、姑姐啊、姑媽啊，係嘛？即係阿姨啊，全部女性嘅六親都係睇呢個太陰星。太陰同天機一樣，之前我哋教過天機係咪？太陰都係一粒好聰明嘅星，因為佢越照光明嘅時候，越朗天門嘅時候，就代表咗係一個好聰明、好叻嘅一個人。所以如果你係天機搭太陰守命，恭喜你，你係一個超級聰明嘅人。不過太陰守命嘅人有個麻煩嘅特質，就係佢係懶完美主義者。如果用西洋嘅講法，佢好處女座，即係乜嘢都力求完美、力臻完美。佢本身自己係咪一個咁樣嘅人呢？可能未必，但係佢對於事物、對於美感都係咁。我撞過好多個太陰守命嘅人，大部分佢都有潔癖，或者甚至乎你做某一啲嘢，一掂到佢嘅底線呢，佢就會好突然間急起嚟，或者好緊張起嚟。不過普遍嘅太陰都係少説話、多做事嘅人，比較文靜啲。而如果你係女仔或者男仔，太陰守命，簡單呢一個字就係靚或者係帥氣。因為太陰守命嘅人，無論係廟旺定係落陷，都一定代表佢係靚。